在外送平台 Uber Eats 前一三晚宣布要甲台湾的Foodpanda买落来，因为合并了后市占率是超过90%，可能会关外棚，影响劳工的权益。劳动部昨是找2间平台甲外送工会来做伙开会，要解决外送员的7大诉求。 外送平台 Uber Eats 进前宣布要收买台湾Foodpanda，合并案若通过市占率会高过90%。外送产业工会自告伫公平会门下口表达拒绝不当合并的诉求。并购案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巨大的。联盟主张拒绝不当合并，反对产业垄断。 依到下晡，劳动部开外送协会会议，找 Uber Eats 甲Foodpanda业者代表、甲外送产业代表讨论合并产生的劳工权益的问题。双方伫平台会议顶悬达成共识，未来会就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所讲的7大诉求，到达沟通协商。 外送对话平台会议后续会就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0529所提的外送员及外送产业相关权益确保之7大诉求，逐一沟通协商。 7大诉求包含停权机制要透明，确保外送员的工作权，报酬也要有公开明确的计算方式，还佫定出定型化契约，为外送员投保全时段保险，定出合理的抽成上限，加提供地图式点餐，加智能客服服务。结合案会对市场的集中度造成了一个显著的影响，本会也会非常的慎重的来考虑。 公平会表示，因为结合的案件资料无交全，也无正式受理结合案，毋过伫做出决议进前会先行评估，收集各方的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